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5集有小解各种的早顿，一碗就是阿光上爱食的咸糜，你闻看卖？等下才食。咱先来讲寡相关的语词，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明仔载、透早、中昼。明仔载、透早、中昼，这3个词拢是甲时间有关系的语词。今仔日过了，就是明仔载；日头出来的时阵，就是透早。阿光，老早。中昼到啊！阿光，你要食啥物？咸糜、咸糜、番薯糜、番薯糜。早顿这集有讲到2种糜，一种是咸糜，一种是番薯糜。咸糜伫以早是甲昨暝剩的饭菜，无要拍算，伫个过昼的时阵，佮掺一寡新的料，变做新的料理。所以无固定的口味，甲口罩的煮法嘛拢无共款。即马已经是变做在地化的特色料理，演变到呾已经是专工传的料理啊。像即碗就是专工煮的海产糜。番薯糜，以早的农业社会收入少佮散，逐顿拢食番薯糜，所以有真侪甲番薯相关的俗谚。时到时担当，无米才煮番薯汤。这句就是讲顺其自然的意思。会晓算，袂晓除，摕米甲人换番薯，这句就是伫讲做买卖袂好的代志。急放放，急放放，就是无要无紧的态度。像阿光，你若急放放，无去注意时间，就会困过头。咕咕叫。咕咕叫，嘛有人讲叽咕叫，就是巴肚枵甲肠仔肚咧抗议，就会咕咕叫。这啥物声？哎哟，阿光啊，是啥物人甲你虐待啦？枵甲巴肚拢咕咕叫啊！枵变宝，枵变宝，就是枵甲司机无力，有时啊，阁会皮皮喘。硬斗，硬斗足困难，无好处理解决的问题。这个鸟鼠仔头家贼头贼脑，要踢破伊的规矩，实在是足硬斗的。一摆歹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因为家己急放放困过头，无通伫早顿变骹手，总算无互料理救援队出骹手啊！料理救援队用神机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爱会记替台 Friends 面册专业市展追踪分享料理救援队，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再会。